就是我们每天将民众生活中使用的一个污水包含我们的粪便、尿液经过污水下水道的管线收集后，我们送到水资源回收中心来经过处理。那经过不同程序的一个处理之后呢，它符合环保法规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干净的一个水资源。那我们就将这些干净的水资源呢，统称为放流水。我们这边的回收水供应的主要单位，最主要有包括环保局、公务局，还有一般那个民间企业的一个需水的一个单位。另外还有在消防局也在临时有任务的话，也会到我们这边来取用。公务局跟环保局，它最主要的一个用途是在于那个街道的洒水，还有行道树的浇灌。然后民间企业的话，一般大概最主要是建筑工地的抑制扬尘。台南市呢，目前共有7座的水资源回收中心，每日呢可提供1.68万吨的一个回收水。为了增加回收水的一个再利用，目前呢这个回收水呢，大致上我们会用在我们的道路的一个洗涤，还有我们的抑制扬尘，还有我们现在在路树的一些浇灌上。那每天呢，经过我们统计，像目前11月份的使用量，一天有达到4200吨。那我们这边呢，也呼吁市民朋友如果有这个使用再生水的这个机会的话，一起可以来跟我们水利局这边来联系，那我们会来提供这些再生水的使用。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在跟经济部水利署联系之后，那把台南的灯号提早在最早的时间，其实往年都是2月左右，今年大概是现在12月就把它调整为黄灯，希望大家共同来节水。那市政府已经早在2个礼拜前，1个多礼拜前已经开始就把我们的这个用水通通改为回收水那这样子的话，许多浇灌消防或者其他的用水通通改为这个再生水的话，我们每天可以省了好几千吨的水。那这样从市府也开始做，市府带头做，那民间产业一起做，这样的话，我们的水应该可以供应到明年5月以后还没问题。那如果这个大家不调整用水的话，那现在直接这样下去，可能到明年2月底3月可能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提早因应，超前部署，希望能够让这个可能的这个旱灾平安度过。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视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111年全国好人好事代表，今年总共159位，其中各在选出上悬荣誉的8得奖35位当中，台南市有9位获奖，相当难能可贵。27号，这9位台南之光，伫台南市好人好事运动协会、甲大台南表扬好人好事运动协会这2个单位推荐陪同，公开接受市长黄伟哲接见。市长表示，对因的善行，看起台南是有爱有光的城市。各位见证了台南有光有爱是一个有爱的城市，尤其这个在全国的各县市来评比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这不是因为各位不是为了竞争，各位也不是为了获得好人好事才能行善，各位是出自于心中对于社会的爱，对于这个城市的爱，来这个从事这么多有益的市民朋友们的工作其实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心中非常喜悦，非常感佩。在159位当中选出了35位的8得奖，那35位的8得奖当中，有9位是在我们台南市，差不多占了有1/4这样子的多，所以才称之为各位8得奖的得主呢，你们平常不求回报，付出奉献这样的善行义举，可以说是台南之光，非常的棒。
根据市府表示，全市总共有6万外位有登记失所的职工，伊嘛拢是甲好人好事同款点点付出的爱心人士，所以嘛希望透过民间，互更较侪好人好事的事迹被发觉，串联公部门的资源来帮助更较侪弱势，用人人做好事，好事人人做的行动来打造幸福社区。台南新闻管制何秋芳采访报道。距离农历春节无到1个月，台南市桂林区公所对去年推出幸福年菜，因为大受好评，今年再次邀请北京桂林在地总铺师有阿用家、旋转会馆、杰作台菜料理、李记餐饮、加保卫珍创意料理等8大板凳菜摆满整个大厅，相当澎湃。其中保卫珍创意料理更加结合3D 列印。加分子料理，做出法式的拼盘，相当特别。特别推出这一道法式的一个3D列印的鲍鱼，它是结合了现在的3D 科技蝴蝶，它是以彩绘的方式由3D 列印出来，结合分子料理。然后它以一般的话不同的地方是说，我们把酱料做成分子，做一个异国料理。然后搭配这个米制作的蝴蝶，这个蝴蝶可以吃，它是一个创意料理。再来的话，就是再结合我们那个海鲜锅年菜的部分有海鲜锅再加上那个自制的那个避风塘酥呈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做法然后这一道料理的话，它的特色，一般的酱汁是直接淋上去。我们把它做成水晶球，口感上会比较不一样。现场包括市长黄伟哲以及座位的议员、里长加各界贵宾，拢踊跃到场，共同为桂林总铺师幸福年菜来大力推荐。市长黄伟哲并且甲总铺师做伙料理，展现独家。大家知道过年农历过年到距离现在已经不到1个月了，所以现在大家最忙的事情，第一个最关心的第一个年终奖金，第二个就是尾牙，第3个就是年菜而且这一次农历过年有10天的假期，所以大家一定很喜欢到处去走走逛逛那所以说我们特别在这个时候重要的黄金时刻，第一个推出归仁好吃的年菜，第二个推出许多归仁很棒的景点，所以欢迎大家来归仁，欢迎大家来台南。对，不管是吃年菜、吃美食，或是如果你还没来台南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年菜来订这个宅配来吃吃看，保证一试成主顾。那吃过这些年菜之后，想想来台南新春的时间，来台南各地走走逛逛，应该是非常好的。所以欢迎大家来品尝非常好的归仁以及台南的年菜，然后来台南的各处的景点，以及归仁的各处的景点来走走逛逛。桂林区长魏文贵表示，吃板凳菜是台南真有特色的市民生活文化，尤其过年过节，更加是一家团圆的时阵。这届结合北京、桂林在地总铺师，其中座位拢是超过40档的料理经验。桂林推出幸福年菜，不但料好实在，更加是年节团圆年菜的好选择。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用上桂林区公所的脸书专页来查询，并且量查预约。台南新闻李英根采访报道。为了响应台南4巴东，台南市文化局再度甲知名食品公司合作，推出高级限定商品热兰遮包薯条。以17世纪大碗以及热兰遮包俯瞰图、荷兰知名维加维梅尔韦泽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以及倒牛奶的女仆为包装外观，呈现当时社区样貌较荷兰人物风貌。那我们过去曾经跟孔庙、曾经跟妈祖、曾经跟至圣先师很多甚至魁星能够做结合的一些文创商品，其实都深受消费者还有包括市民朋友的喜欢。那今天特别推出新款的这个跟对应台南400年这个安平古堡的这个图像，这个我们荷兰美术馆的这个艺术作品，
那我们希望说消费者应该会很喜欢，因为这是限量的哦。这几年来，台南古迹限定商品不断开发，将台南相关的历史人物、古迹文化等甲休闲食品、生活用品做结合，希望会当互古迹甲历史故事融入现代生活。那我想食品，而且食物对整个异国文明来到台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哦。那台南也因为贸易而站上世界的舞台，所以我们其实古迹商品一直希望能够推陈出新，也能够实际的去创造我们的营收。那其实我们的所有的创造出来的古迹商品，其实在我们整个营收业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而且二次消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收入。商品为今仔日开始伫台南限定开卖，贩售地点包括俏看楼、安平国宝、安平树谷、义在金社、安平滚龙树、爱国妇人会馆、1661台湾船园区等7个古迹景点，欢迎大家前往购买。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电车社区公共托育家园类熟悉家庭的照顾模式，由4名托育人员来照顾12名满2个月到2岁婴幼儿。市长委托的小局长陪同，嘛前来关心健康台湾新设立的公托家园。其中由活动中心所改造，委托新技能专联还是推广协会所办理的公托家园，27号正式揭牌启用。就像巷战一样，一个一个克服，一个个做。那当然是锁定在比较年轻的行政区，像年轻朋友、年轻爸妈比较多的，像永康，还有像这个我们像归仁有一些地方因为人口增长蛮多，还有南科区大南科区很多年轻的爸妈，工程师或是说就业人口在那边，所以我们还有像9分子那边所以说我们针对这些一个重点区域，我们会加强公共托育，还有包括日照中心的建制，甚至包括亲子幼儿馆的建制，我们都会加强。小局表示，每周幼童伫遮托育费用是1万块，依照父母的经济，会当补助至少5500块。也是希望公司协力提供平价确实优质的服务，让家长会当安心就业，放心来受托。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追求美丽是人类的天性，从古至今，化妆品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近年，预防医学观念兴起，非开刀医学美容渐成风气，带动相关产品市场大幅成长。例如医美中心的成立，透过各式新兴技术与材料，让人们维持健康与青春美丽。此外，各种生医美容产品成长也是惊人，吸引许多生医材料与奈米科技等公司投入制造研发产品或原料，像小分子生态、胶原蛋白等，让生医美容产业成为国内最有前途的热门新兴行业之一。中华医事科大也看见医美这个庞大的潜在市场，特别增设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要培养新兴学子们进入未来可期的医美产业。人类都是爱美的，所以医美产业就如雨后春笋般的蓬勃发展。目前国内大概有4万多名的医师，其中1万多名就投入在医美产业，所以医美产业的发展远大于现在台湾人才培养的速度。那因此我们就成立了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来培养医美的专业人才。因为自己入学前比较喜欢化妆，然后也对这个科目有兴趣，之后也想要从事医美或者是美容师的工作，所以才会选择就读这个科系。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香香美美的，自从国中毕业之后，有看到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有在教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那我对于医美类非常的有兴趣。那希望我之后在这个科里面能够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我们医美科老师都具有博士学位或助理教授以上资格，为这方面科系的翘楚。为了帮助同学提升实务能力，我们也购买了许多先进的仪器设备，包括像英波拉提多功能肤质检测仪、
无针离子美容仪。为了同学这方面的技术提升，我们也建置了专业教室，像是化妆品调试教室、彩妆教室、造型教室、SPA 生活馆、医美技术教室、情境模拟医学中心，让同学具备强大的实务能力。透过我们华医的医美科系来讲的话，这种情境教学的模式，最能够带给学生他们在学中做，做中学，更能够介入到我们实务的技能。为了让同学进入职场前具备专业能力，我们也和国内知名的医美集团或医美诊所合作，例如像艾尔利、益群、佐登尼斯集团等。同时，我们也在学期间培养同学专业证照，例如化妆品丙级、乙级、美容医学美容师、美容医学咨询师等，让同学在进入职场前具备高阶的竞争能力。就读我们医美科5专，前3年是免学费的哦，后面2年比照国立大学收费。实习期间，单位还会提供生活津贴，让您生活无虞。所以，5专医美选华医，许你直癌一生美丽。西港松南国小虽然算是偏乡的小校，不过因的管弦乐团却已经连续3档踢下全国学生音乐比赛甲顶的好成绩。参照这款在台南偏乡做出特色的艺术教学，就真需要持续资源投入，包括台湾一中保管计算所用实际行动来支持。26号上午，捐赠600万，除了赞助30间偏乡学校的艺术团队经费，也有在立处亲子幼儿园的友善服务，由市长吴一铁代表修正场面温馨。今天预算到了，我们人也到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也到了。我想可能在代表集保结算所。让我们也谢谢市场所带领的团队，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们期待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期待一个富而好礼的社会，能够在我们台南市充分的展开。你看这个资源的分配就很难均匀，又很难照顾到偏乡。那谢谢很多各位好朋友，那尤其谢谢台湾集保能够有这么样子的一个帮忙啊，在我们沈发会立委的夫人以及我们朱董事长全力的拍板定案就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感谢。我要代表台南市180万市民朋友们，也代表我们所有的学子各位校长，谢谢台湾集保。台湾集保所伫经营有成以后，包括办馆会、大专生公益专班等回馈，嘛，互因曾经得过亚洲企业社会责任等多项公益大奖。嘛，相信伫政府甲民间的共同努力，担起偏乡学校伫艺术领域等特色的发展，会当共款甲市区的学校比拼。台南新闻管及何强邦采访报道。根据贵族学病妇产科部长林大清表示，一名吴小姐甲翁婿结婚9档，一直无度有身。经过诊断，吴小姐本身卵巢功能不足，先生经过检查嘛发现精糖上少，甚至找无。不过后来详细诊断检查，证实是医学上所讲的逆行性射精，也是发现精糖竟然拢伫膀胱内，无怪袂生。他自己觉得是有排出来，可是，在女方的太太来讲，她是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在里面。那这个是一个特质啊，他自己觉得说自己是有的，可是他没有。那我们检查觉得，确实也没有。可是他说他就有啊，对不对？他会觉得好像我有。事实上，这不就是一个线索嘛，对不对？
那这样的线索就会让我们怀疑说，那可能就是这方面的问题。事实上也是因为这样，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可能性，再加上在问他的病史，还有糖尿病啊这些，或者是等他提到的一些有可能的因素，会让我们会直接很快就会想到这样的疾病。当然，如果一个病人他有多重因素的时候，那你就要慢慢一个一个去排除。那像我们这个有些病人他是很多重因素的，有的病人是很单纯的因素。我记得提2个案子嘛，一个就是多重因素，一个是单纯因素。单纯因素你很快就会诊断，说多重因素你会以为这个又以为那个，很多东西这样子。医生表示，虽然减糖脑力膀胱伫下上并不是罕见，只是较少发表，所以嘛借出来提醒民众，这款情形的治疗，就是透过气功，大约有2成倍活散率，无一定爱捐精，而且男性若观察家己减糖的量较少，或者是有蛋白尿等情形，就要赶紧就医检查。今日新闻管制何秋芳采访报道。一位舞者若是连示范洗头动作就会分气，等于是讲伊的舞蹈人生就此中断。4年前，杨小姐因为练舞时被舞伴踢着头而分气，当时虽然有送医检查无脑震动的状况，但后续时常会出现昏倒的情形。一直到去年，才来到奇美医学中心接受陈真莹医师的检查。经过检查发现，是红仔棍的筋膜受伤，加上神经旧伤所产生的颈源性眩晕。医师建议杨小姐接受再生注射治疗。现在眩晕状况已经未过发生。颈源性的眩晕呢，是以前造成眩晕原因被忽略到的一块。眩晕大部分80% 是来自于血管性的，或者是内耳失衡，但事实上还有2成的病人常常是来自颈部的受伤，可能你在浴室滑倒，或者是说你车祸受伤，或者被追撞。那像我们这一个案例呢，就是因为他是练舞，或者是我也收过练功的时候受伤的病人，那么这一块以前是被忽略掉的原因治疗。那在我们这个案例上面，就是除了传统的给予药物这些之外，我们还可以给予营养的调理，那接下来再用再生注射治疗，将受伤的神经释放出来，而且使它痊愈，改善了他们这种眩晕的症状。但主任指出，水解离神经系统疗法是介入性痛痛治疗的一种技术，医师以影像导引注射5拍葡萄糖水，释放神经以达到治疗目标。而且介入性痛痛治疗有着低风险、低侵入性、副作用较少、治疗时间较短的优点，也无需要转身麻醉，也无空喙，适合各种年龄的病人施行。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